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为着要防止疫情继续拓开，市政府特地日前宣布，过年期间袂当发送红包。宗教集会活动庙内工作人员嘛，拢一定要完整注射过2剂疫苗，加强环境的清消。民众入到宗教场所嘛，一定要落实防疫的相关规定，所有人员拢要专程挂好喙罨。因为 COVID-19 疫情一直在变动，甚至有一些地方有加严的这个变得更严峻所以说我们一些出入公共场所的防疫规定也必须要注意。台湾市政府庙的主委林培火表示，会按照内政部的指示办理，做好防疫相关规定。但嘛邀请全国的民众会当来到庙林参拜，庙方会准备文创商品来送给大家。这个春节时，阮有办一寡活动，当然是上重的是软桥卡，阮有办一寡文创的物件，大家若来遮，有，阮会有名利啦，阮有迄个红包路啊是大丈夫，甲即个恭贺新喜，迄个嘛有一个大丈夫，欢迎大家来软桥卡。针对大型的宗教集会活动，新民出巡甲手头香拢会造成较侪信徒组织的仪式，拢必须要停办。但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庭园柳树、石板步道，这个具有日式庭园风格罗里门荷兰这园区，互来遮参观民众有一种放松度假的感觉，而且伫园区内会当看到真侪业者收藏的古董，为农用的工具到战争的车辆，甚至还有一个根据当地居民流传有400档历史的古井，伫遮嘛看得到。那我们这边有郑成功开台的荷兰井，当初400多年前，郑成功来我们台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后面这边造了这一口井哈，所以有400年的历史哦。来到园区，除了有舒适的空间，还有真侪历史文物通欣赏以外，业者嘛有推出餐点饮料，让消费者家己选择。我们这边呢，就是主要是卖龟鹿套餐，那市面上很少有。因为现在很多健康养生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们的龟鹿呢是祖传秘方的一些制作出来的以前的话都是皇帝御用的，所以呢我们把它在这边稍微推广一下。今年春节有9天的假期，民众不妨来到罗里门荷兰这园区行村，感受年节气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专门予人认识天文地势的南宁天文馆，在春节期间无休困，迎接虎年到来，特别推出春暖花开、福到虎星高照系列活动。这名内底也就是生肖有虎，也就是虎的谐音。初1到初6期间，拢会当免费参观天文馆。今年我们的天文馆呢，响应我们今年的虎年所以我们从初1到初6，在这6天呢，只要你的生肖是属虎的。另外还有呢，虎哥、虎妹，你的名字是有虎或是有福的，那么都可以呢，这个凭着你的简单的证件，那么就可以呢到我们的天文馆免费呢，那么入场，那么到天文这个展示馆。那么完全免费。新春期间到南宁天文馆，会当欣赏到专台唯一的3D 球屏星象剧场。另外，初1到初6，每天拢有包含魔术表演、整纸体验、春联手术等无同的主题活动，和亲属做伙参加。天文馆其实在这几年来，我们的同仁呢相当用心。其实里面呢有3D 的这个所谓星球那么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影片，这看了之后呢，就非常的这个向往可以有朝一天呢，也可以搭上这个太空探险到这个外太空去我想这个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很棒。那另外当然我们还有系列的现场挥毫。那另外我们天文馆的同仁呢也制作了那个类似像桌游的这一种大富翁的这个玩具，可以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呢学会
天文的这个知识。南营天文馆春节无休困，活动是相当的精彩。配合防疫规范，来参观的民众爱专程挂水安，同时配合量体温、实验者等规定，互春节出游欢喜又个平安。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位伫开源进行公园边，原美国学校的古迹巷弄内，最近新开一间3楼护理之家，楼悬有11楼。外观以自然的清水模建筑，业者选伫农历过年前来种菜启用，现场贵宾混集。安保呢，事实上是从2017年就开始，我第一次跟我们安安的潘院长，还有我们的李广医师去虎都的 Double One 那边去跟进长谈过以后呢，进长就很积极的来推动了所以我们跟进长还去参观很多，甚至到新年去参观那一家月子中心，完了以后就开始设计，很快，事实上整个硬体我想虎都在盖的它的基础不是盖的，它是真的是很扎扎实实该中心强调科学甲传统的结合，为府城乡亲提供上完整的做未来服务。对高规格婴儿室人员出入的空气预尘室，会用的主动感染源。另外，还有空气交换过滤机，甲母婴身份查核的电子化，拢是3楼护理之家的一大亮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历史悠久的安平充满着丰富的宗教文物和庙宇，其中安平的团契道长四庆园，经营这个当时，和当地民众不管是丧事还是喜庆，拢会要找庆园。后来当地人拢甲称号叫做庆园宫。这次的话，我们这个行道安平展主要的话，其中展的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去展出了当时候在安平一个很受敬重的老道长薛清源道长。那他在安平受敬重的程度到怎样的？就是说，在安平的祈祷们都会说，喝俗拍俗的是松喜俗，都是爱找庆园。甚至他们去做这些道教的科仪，他们不会说我要找道长，还是讲找道书，他们会直接说我是要找庆园。庆园宫不只是导航清高，对人嘛非常的亲切，非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敬重，嘛无私的把一心所学传授给王道和道长。28岁上午，在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妈祖学院，特别由民政局长江林煌以拍锣的方式来替展览开幕。庆园道长他的一件杠衣就是道长他在执行重要科仪的时候会穿的一件衣服。那这件衣服通常会绣得非常的华丽。那这次展出的是一件将近百年的这样杠衣，它使用的是传统的手工的绣，而且有使用了非常多的技法，甚至它的葱线是一个冰葱，就是说这个绣线它在外面去镀了铝箔，所以它会有一点金属的光泽，而且摸了会有金属的那个冰冷感，跟现代的葱是不一样的。那这种冰葱在现在的绣文已经很难找到，已经应该没有，只能看到就是一些之前古早时期的留下来的产品这样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合掌窑位伫咧台南将军区，是真侪陶艺家交流技术甲创作的所在。每当的展出，总是会当得到陶艺爱好者的赞赏甲喜爱。今年因的展览2022合掌窑创作联展，目前正伫咧东门美术馆展出当中。合掌窑一共有9个人，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2年就会在东门美术馆有一个联展。那每一个人的风格不同像这一次是我们每一次几乎都是黄老师帮我们策展，然后帮我们规划怎么去布置我们的氛围是要怎样。那这一次我们是用一个竹林的感觉。因为我们大部分生活陶，我们觉得它是要跟生活连结的。2022合掌窑创作联展，集结了9位陶艺家精彩创作。虽然每一位艺术家创作手法拢无同，但同款时，就是每一项作品拢会当感受到创作者的艺术涵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也有自己本来的一个陶艺的一个制作风格。那大家在自己风格之外，然后
因为有这个合掌窑，那林树秋林姐的一个大家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做陶这11年多来哦，大家作品有很大的一个进步跟改变。2022合掌窑创作联展展期自1月29到2月19，伫咧台南市东门美术馆展出。民众伫春节行春，不妨选择来遮看展，感受合掌窑高位陶艺家的创作能量。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这场岁末送暖活动是由中华草韵文化协会、三义堂爱心协会以及草帮三义堂共同举办。伫每当农历12月25，拢会发送生活物资，关怀咱市17个行政区一贯价收入户，总共800多人。活动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12天，热心慷慨付出，嘛带动真侪人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就连市长王伟哲、社会局长陈英基、中西区长汪庆龙以及议员林美燕，也拢来到现场赞声。草帮三义堂能够发挥社会的爱心及集合众人的力量，能够对于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能够伸出援手，让他们能够快乐的度个好年。因为其实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的行动啦，或者说经济都会受到冲击跟影响。但是很谢谢草帮三义堂能够发挥这个爱心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会想到社会弱势的人，而且动员我们所有的会员、所有的好朋友，还有社会的资源，一起齐心协力来购置物资，来帮助他们帮助社会弱势人。我们深深的感谢。主办单位表示，活动会当顺利举办，嘛要感谢真侪单位的爱心赞助，和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会当持续办理落去。三义堂每年都会在年底的时候做寒冬送暖这个活动，那会结合几个那个单位5个单位来做协助。那每年一次，我们会联合跟社会局跟那个里长有在这附近或者台南市有需要我们协助的一些的中低收入或是比较急难救助的部分，我们都会来做。三义堂会很诚意或是很热心的来做，每年来做协助办这个活动。岁末布施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2年，那每年的爱心大德越来越多，那也呼吁社会各界能踊跃参与这个活动。那这次很特别感谢正光牙医、日起太阳人以及象牙狮子会、成功狮子会、中正狮子会他们的大力帮忙。参与赞助单位包含日习太阳林公司、正光牙医金社、成功狮子会、向阳狮子会、中正狮子会、好品水产公司、中信帮屋快乐一家人、安平完结水产餐厅、清境农场一木民宿、中国鸿门巨婴山等单位的共同爱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北高议员林美燕服务处府下南区甲安平区单亲离校甲低收入的民众，配合消毒甲分流的防疫，一来领出乌龟鸡，场面温馨。开始逢年过节，当大家团圆时，有一寡经济弱势家庭特别需要社会关心。所以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空间慈善爱心协会、甲中华救济慈善会，已经连续8天，每天拢募集了1000份的爱心理财，使人感动。他们已经第8年了，在这个过年之前，他们都帮这些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准备一些单亲，让他们能够在过年除夕的时候，利用这个年菜然后添加一些他们自己的食材，就那天团圆饭的时候，就一个热腾腾的火锅啦。我想这相当非常有意义，因为他希望透过这个火锅能够温暖每一个人的胃，同样的也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一样感受到过年的喜悦。林美燕表示，每一当年菜送到民众手中，看到因欢喜的笑容，都让人感觉做这个代志真正真有意义，也代表将爱心真正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小局表示，政府力量有限，感谢民间的资源到小庭。那除了这些
低收入户之外，对于边缘户，我们也都透过这些民间的资源来做及时的一个协助跟帮忙。那像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议员呐，结合我们的妇女会，还有我们抗癌基金会，还有中华九子协会来帮忙我们附近的一些居民哈，这些弱势的团体，让他们能够过好年。我们社会局也在此呼吁，如果说有碰到生活有困难的，能够及时跟我们做反映，我们也可以及时来连结资源，来提供及时的帮助。小区嘛代表市长为特地震感谢中感受到满满爱心，也希望让这份爱持续温暖弱势家庭的心。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全球数位科技发展哪来哪进步，真侪新形态的服务模式嘛对咧进步。伫个农历过年前，奇美病院甲中国人寿、生态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共同合作，结合医疗、科技甲金融保险无同的领域，打造医病关系加客户服务全方位的新体验。今天是共同见证奇美医学中心，还有中国人寿还有这个成大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我们在医疗科技的结合。那中国人寿是台湾相当大的金融公司，那他们这个在病人理赔的方面呢，一直在追求准确跟这个速度。那我们这个结合开创以后将来的病人理赔，在关怀病人、照顾病人方面呢，能够得到更妥善的照顾。我们主要就是跨域，我们从医疗、科技到金融保险。那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台南的市民呢，能够从医疗的咨询到就诊到理赔的服务，都能够是享受到这种因为科技带来的改变，那能够给客户呢，给我们台南的市民有更全新的一个体验的感受。咱的保险单咱拢知影吼，拢真有人情味，就你个人的部分来做保险。但是未来呢，这结合咱的医疗，包括我们的一些医疗的数据或者医疗的分析，我们以后的保单会做到精准到位，就是过去的人情味，现在做到精准到位那这个合作方式呢，加上我们成大在这一方面也有在科技上长足的进步，也算是全国的创举。我们希望在台南市可以做到更好的精准医疗，跟我们未来的这种精准的保险，让民众的福利可以获得更高的保障。在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指导见证下，由奇美医学中心的院长邱宗庆、中国人寿的总经理黄淑芬，加生态数位科技研发中心的主任庄坤达，三方共同签署合作的意愿书，提供保护未来伫个申请医疗理赔时，唔免再透过纸本，只要电子的签约，就能够真紧得到理赔，大大缩短申请的过程加时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和义路小西门里公园的林田步道，原本空旷空间，却因为有盆栽甲机车天坑，造成过路人真无方便。今卖讲新兴障碍人士的出入被冻掉的，所以主管新庄协会业务理事长向议员蔡小伟တင်情。毕竟这观光客多，不止林田有阻碍，对公园景观、对人本交通的观感嘛大大打折。行动不便者或是父母亲推婴儿车，你根本行人到这边也没有办法过去尤其我们在这个小西门公园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园的环境每天有很多我们的市民都来这边运动。对现场市府才有机车天坑冇禁止停车的标示，伫范围顶面确实有无清楚的冲突，所以议员蔡小伟要求交通局画好标线。并且干务局马将盆栽等障碍刷走。跟交通局有马上来建议，第一个当然就是在标线要非常的明显清楚之外，那他们当下也有来马上画起这个可以停放的白线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公务局或者是认养单位呢，可以针对在通行步道的部分要做一个畅通啦。主管新庄协会为了坚持人本交通的理念，持续将对无障碍通道加友善的环境来提出建言，希望让台南落实友善城市的目标。
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但是除了变硬体交通运输建设，和民众行的方便，嘛希望公共运输的业者甲运将拢大心的服务，所以每时当透过民众票选车队甲业者的提名，经过选拔机制，才诞生优良的驾驶。其中每天嘛亲自到场予以颁奖，肯定这群公共运输的英雄，免得因服务不断前进。那优良驾驶的部分哈，我们觉得除了依照视律、遵守交通规则之外，最重要还有一个服务态度。我们希望说我们的驾驶人员跟乘客的互动都是好的，除了做好防疫工作之外，那也这个要为乘客提供最友善的服务，不要变成到时候还一大人投诉那这个我们不喜欢这样子。公车就是一个公共汽车、大众运输就是一个服务业，我们希望把这个服务做好，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年驾驶表扬的典礼当中，总共有11间接优的业者，19位优良驾驶，加1名由行业客运车运将所协办的特殊贡献奖以外，今年也特别设立爱心服务奖，由餐饮业转行运将加2档的陈雨希获奖。获得这个奖项啊，其实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富人啊，还有一些年轻妈妈，所以我针对他们各项的乘车啊，还有一些老人我会看到，因为就会看到自己家里面的人啊，如果在未来搭乘公车，希望可以得到相同的待遇，所以我才会不管任何时刻，我都会很注重服务礼节还有对这些乘车人员特别的爱护跟照顾。所得奖的21名优良驾驶，除了市场颁奖，每一人也有12000块的奖励金来慰劳因的表现，嘛希望打造大台南公共运输的优质文化。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